台中市外埔区一代火龙果农方正清今年得到全国模仿农民，伊本单体学教师透露，因为阿爸逝太爷，伊53岁的能归乡做农，偷偷摆根本马个路唔晓，还是种出咸嘅火龙果。经过4年研学、研进修、韩国观摩，方正清变做火龙果专家。更加伊嘅火龙果又浆又饱满，甜度稳定，品质好，唔单止一斤破卖价卖到8个元，还成功卖去日本。安尼写的好，真下颜色哈。班长，今天几件？色身和风又浆，饱满又大粒的火龙果，本人看嚟清香可食。每粒果子都比数8种合果大，最少1斤重。按嚟品质优良嘅火龙果，1斤都要卖8个元，价是唔便宜。不过睇果菜批发市场度，大家都抢着买。然后范班长的品质又不错啊，然后他本身，像他这个本身都有国家蔬果这个那个菊园补的认证啊，也是都经过严格的筛选过，所以其实我已经卖它很多年了。啊，这几年是它的火龙果品质哦，有比较稳定的成长啊，所以我越卖是越漂亮啊，然后大家接受度也算蛮高的。我们第一次选的时候要看，一定要看哈，熟不熟哈。一路喺种出亚稻火龙果嘅农民方正清，本单体学教师透露，因为阿爸年纪大嘢，所以回到故乡台中市外埔区，53岁能开始学做耕种洗头，不过要转换两物并唔简单，一开始是系个辛苦。但唔係講按簡單啦，嚇，買咩入中國嘅。全國無人種過嘅鹹嘅紅龍果啊！鹹嘅紅龍果哦，你要求好心切啦，哦啊，一知半解，人家說東我們就東，說西就西，馬個你都中亂來啦，種出來的東西輕大粒，輕好看，但是呢鹹嘅就是我們那個氮肥用得太多了啊。所以他們那個歷程哇，到處啊，挫折感非常大，亂太粒，是唔對啦。農業知識唔拉擺，農作物嘅價值又便宜，對方正清來講，天然生發，各位一時都冇搶想象中嘅安強鬆。我做的時間講中嘅時間，真提供幾下時間，可能講嘅價值，啊，當做嘅體驗哈。平均那一年95年呢，一年的平均價格1斤咯，漲呢8.2元。哦，佢唔止講嘅價是安南，剛才第一時間可能哦，都沒有那個勇氣回來。另外方正清乃如去參加公司培訓，去看朋友的果子園。經過4年lang嘅時間，伊對馬個路唔愛，變作為火龍果專家。新年度收入增加為4倍。教育完以後去觀摩，你要到各處去學習。哦，有些基礎知識以後哈，你都有法度，好去看出一些門道。你學習呢，才能夠呢，加倍的效力啊。你要做好一件事，每個人歷程都輕裝啦，都輕裝，眼淚是少不了的一個東西啦，哈。53歲當學港中哈，確實會比平原呢更加呢辛苦幾倍，學港人哈，都是一個大武士嘅精神哈，都講硬頸哈。
方正前面改后头摆水平棚架式的栽培，改用单粗细条垂挂法，改变的头摆枝条多、高枝多，唔过高枝细粒，价钱便宜的产业模式。每个枝条强留2-3粒高枝，本富良果的养分长久，调土稳定，品质好的假使吃盐就变高。以前大的1-2颗，那小的呢4-5两。好，1斤以上的没有多少。那我们现在几乎呢，都是1斤以上。这个最少我们都有15两以上。较好生哦，我之前种的那有按呢，也来都做按下粒，一粒都要卖8个人，有样啊，都用台币人来买啊。方正前面係關於富良果產業，提嘅先用彩色不織布立喺台嘅一年。用無孔色的拖葉來分片果子小嘅長度，唔單止省人力，還做得防止果實人的危害，本果子的食性還過遠。我們可以從這裡去看這個果實，它是灰色，這個是牛皮紙，我利用彩色不同的彩色分批，這個就是不成熟的嘛，所以那個全部都牛皮紙。看起來好像是單一色很好，可是呢，你不曉得哪一顆成熟，哪一顆還沒有成熟。你需要就像我們剛剛，從安呢一扎一扎安呢割回來，那費時又費力啊。每一个都要存外销没做完呢，它这个里面一定不能有蚂蚁，不能有虫，所以我们就做到外销的规格，到市场就是做到外销的规格，对吧？但是你看这个熟度很够，为什么？它的皮啊，有没有？它的皮比较薄。也係方正前種出來嘅富良果品質優良，佢受到消費者嘅歡迎，還是創下台北農產運銷市場膨賣價值達公斤240萬元嘅高價，韓國成功嘅賣到日本去。你把那個內容提高，自然呢。把過去火龍果給國人的印象就全部改觀了。尤其我們民間民間透過貿易公司呢，我們這個產銷班呢，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外銷的。對馬嘅路唔愛，見名見好，變做富良果專家。方正前生產管理嘅技術特別有創新，而係唔靠譜，同其他農民分享，向下本台灣生產嘅富良果，其上國際舞台，寫下台灣果子王國精彩嘅一頁。